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係 Oscar，咁就多謝富途嘅邀請啦。咁因為富途係一個非常之成功嘅平台，咁我所以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，我都幾開心嘅。咁啊，尋日富途出咗業績啦，但係好不幸，股價係跌咗，所以我都唔知點解，因為我有咁，所以我尋日都聽完嗰個 call 咁，都搞到好夜。咁其實個業績又真係幾好，所以我尋日都好拗頭。咁啊，最後唯有歸咎於即係話美股唔好啦，係咪？因為富途通常同嗰隻 Robinhood 係拍埋一齊噶嘛。咁啊，Robinhood近排都咁凄慘咁，所以富途冇計。但係我覺得都還好係啊。咁啊，今日喺呢度咧，同大家分享下美股同埋即係同埋 Hong Kong China 啦。咁呢個 PPT 咧，其實係大概1個星期前準備嘅，咁但大致上都 update 嘅，咁如果因為我得30分鐘啊嘛，所以唯有講得比較簡潔啲。美股嚟講咧，其實我係比較保守嘅。咁依家 today 你見到美股咧，其實納斯達克都大概跌咗5%，咁就道瓊應該跌咗3個度啦。指數唔係跌好多嚇，但啲主要嘅股咧，其實係跌到一仆一碌嘅。咁如果你仔細落去睇咧，你會發覺 M7 嗰啲股咧，大部分都跌唔少嘅。尋晚連隻台積電嘅美股，因為台積電都有美股嘛，都跌咗5粒。咁其餘嘅你好似英特爾啊嗰啲咧，都跌咗5粒咧，其實係跌唔少嘅。咁就所以美股咧，其實嗰個情況咧係嗰個美股嗰個跌嘅情況咧，其實係比想象中，如果你睇個股咧，係比想象中咧係要多嘅。咁但係大家係咪覺得其實佢後面咧 second quarter， 其實我覺得你係要小心嘅。由而家咧到年中咧，我覺得佢係一係直接插落去。一彈翻咧，再插落去一下深啲嘅，咁所以美股我覺得你一定係要小心咯。咁我講呢樣嘢唔係話我代表我對美國嘅經濟悲觀，或者係覺得美國會咩爆波，只不過世間上即係花無百日紅咧，咁佢啱強咗幾年咧，其實而家佢係有一定程度咧係會調整一下嘅。咁所以我係比較。即係整體嚟講咧，美股我係先開宗明義咧講出嗰個自己嘅睇法啦。咁美股咧，其實而家嗰個另外一個觸發美股調整嘅原因咧，就係嗰個伊朗嘅問題啦。就係嗰個伊朗嘅問題。咁伊朗嗰個問題咧，最後最大嘅症結咧，其實就係油價。咁啊，有時大家會諗話即係最後點收科啊，或者唔知咩2個星期完結啊，3個星期完結啊。其實呢啲係冇人估到嘅。咁你甚至上你係話估邊個繼位啊，邊個哈梅內伊之後邊個繼位？其實呢啲咧，老實講，你全部你都係啦。所以呢個咧大概係我10日8日前咧嘅 feel 嚟㗎。咁而家其實都係冇乜變化。當時我就係覺得市場咧係低估咗嗰個衝突啫。咁我覺得咧成個呢個衝突咧會比想像中強嘅，同埋成個福爾摩斯海峽咧，其實你要大概 expect 佢，我覺得佢最少封1個月以上嘅。咁所以呢個影響咧係比較大，同埋大家會覺得Trump 會唔會單方面宣佈勝利咧？其實佢係有可能嘅，但係冇用。咁伊朗唔同你談判，咁佢談咩判咧？佢屋企嘅老人家咁咪炸死咗，咁你揾邊個談判啫？所以其實而家咧係比較難談判嘅，所以兩邊咧就僵持喺嗰度咯，咁成個我覺得美股咧，唔係成個最大嘅影響係呢樣嘢。其實喺成個伊朗戰爭之前咧，油價嘅中樞咧大概就係$65左右啦。今次你無論你係3個星期解決、4個星期解決、5個星期解決咧，成個油價嗰個中樞咧，大概上去到75至80蚊嗰啲位嘅啦。咁所以你
所以你彈上去100又好，彈上105又好，彈上108又好咧，我嘅意思就話佢跌翻落嚟咧，嗰個底部咧會大概係75至80嗰啲位，即係呢個係最大嘅問題。所以其實咧，你買油股咧，你就中間唔好去諗，即係話尋晚佢升到90幾蚊喎，佢點解嗰隻股冇跟咧？其實你唔使諗嘅，你最大嗰個 conclusion 咧就係呢件事咧係會比想象中持續得耐啲。第二樣嘢，嗰個油價嘅中樞咧係比想象中咧係上咗2個台階，即係5蚊一個台階，佢上咗2個台階10幾個%。咁所以呢個咧係一個最大嘅一個情況啦。咁呢樣嘢點解另外一樣嘢佢重要咧？佢又會影響到環球嘅股市咧，就係因為佢會影響到美國減息嘅步伐，同埋佢會影響到日本、台灣、韓國嘅股市。咁佢對美國嘅嗰個影響係咩咧？就係年頭嗰時咧，成個市場係 expect 美國大概今年會減息2至3次。但係咧，其實呢樣嘢原本市場一定係太過樂觀。其實我係覺得佢減一次啫，係減一次啫。咁今次咧，伊朗呢個事件之後咧，我可以基本上同你打包票咧，最多係得一次。因為美國如果今次咧係伊朗戰爭之後咧，其實你喺二季度你會發覺美國嘅 CPI 咧同 PCE 係重新夾翻嘅。我估應該去到差唔多3% 度。3% 度，咁3% 嘅話，而家聯邦基金利率咧係3.5% 左右，3.5至3.75啦。所以其實佢冇乜空間可以減㗎。佢減嘅話，後面咧其實有可能會變成惡性通脹嘅。所以其實咧最大嗰個問題點解對美股咧？你發覺呢件事只有成個美股好似撈亂，同之前打委內瑞拉唔同咧，就係佢影響咗成個美股或者成個聯儲局咧，美聯儲咧。減息嘅嗰個步伐，咁所以呢個咧係對美股最大嘅一個影響。咁呢個咧仲要係 based on 我都唔係話幻想得太過誇張。佢如果嗰個底部上到去90蚊或者超過咧，佢甚至上一次都冇喎。咁如果大家會覺得喂減唔減息唔重要，其實減唔減息咧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因為 AI 係一個燒錢燒得好誇張，係一個 capex 咧燒錢係好誇張。你諗下？頭7大嘅美股嘅公司一年嘅 capex 大概係成6000幾億、7000億美金喎。你諗下，等於人哋差唔多半個國家嘅一年嘅 GDP 咁樣。咁你諗下，佢利息對呢個行業係非常之重要嘅。所以你其實冇得減息咧，其實最大嘅公司唔會出事，但係好似 Oracle 啊、CoreWeave 啊嗰啲公司咧。其實佢會頂唔住嘅，或者 OpenAI 啊，或者 Anthropic 啊嗰啲嘢，所以其實咧唔減息唔會擊穿最大嘅，好似 Nvidia 啊或者係 Microsoft 嗰啲公司，但會佢會火燒連環船咧，令到下低嗰啲，即係你好似香港嘅地產咁樣，你見到新地同埋長江唔會執㗎，但再下面 T1、T2、T3會唔會咧？其實一擊就穿㗎啦，係咪？所以其實呢個咧最大嗰個問題咧係呢樣嘢。咁所以今年點解美股咧，你係要小心？我唔係話悲觀美股啊，即係只不過你喺呢段時間你要避一避咯，或者你係要向上游，即係for example你要聚焦去台積電啊，聚焦去應用材料啊，聚焦去嗰啲阿斯麥啊，即係呢啲最上游嘅嗰啲人，因為佢嗰啲人賣軍火啫嘛，即係你賣芯片賣嗰啲嘢，咁。你唔係下面嗰啲係燒錢嗰啲人啊嘛，即係你好似 Amazon 咁，一年燒2000億美金，咁啲鐵人都死啦，係嘛？即係話咧，你冇得回本，你咪即收皮，係嘛？即所以其實你就要聚去上面係齋賺錢唔使錢嘅嗰啲身上咯。所以美股唔係話佢唔得，而係你要聚去最上面嘅嗰啲股票嗰度。但係好不幸，最近好似連呢啲都跌緊，所以我都唔知講乜係啊。咁所以伊朗呢個咧，我唔想過多再去講。但係今次呢個事件咧，對美股又好，對日本、台灣、韓股或者香港、China咧，其實呢啲 sector 你可以重新睇翻嘅。因為今次呢個事件咧，唔係一個 one off 或者係好白痴嘅事件嚟嘅。即係其實咧，佢係有啲對你揀股票或者其他方面咧，你係要有啲改變嘅。咁之前大家就
定投，即係啲指數，美股指數咁就搞掂。但今年咧，我覺得你除咗你如果萬般不死，仲要揸住 NVIDIA 啊、台積電 OK 嘅，但係我嘅意思就係話你唔好一注獨贏咯。其實你係要散開嘅。咁散開其中一部分咧，你就要散去之前嗰啲咧，你好睇唔起嘅，即係呢啲好無聊嘅公司。咁呢啲咧，其實前一排歌名咧有一個名詞叫做 Halo， 即係重資產嘅低消耗率嘅公司。咁就係呢啲無聊友啦。咁呢啲無聊友咧，其實而家到底咧，其實升得幾好嘅。咁唔單止係美股啦，你就算係 A 股，就算係日本，就算係韓國，就算係台灣咧，其實呢一紮股票咧，其實都係升得幾好嘅。咁所以即係石油股，大家就好清楚啦。即係你嗰啲咩857啊、883啊嗰啲嘢，油運咧其實都係幾好嘅。咩中遠海能啊，嗰一紮公司咧都係幾好嘅。最近咧化工股都升得非常之唔錯嘅。化工股你美國又好，或者 A 股又好，或者台灣嘅嗰啲台塑啊，嗰啲咧其實南亞嗰啲咧其實都係升得非常好嘅。煤炭咧，同煤炭之前大家一定係覺得係一個地球上最無聊嘅嘢咧，其實最近都鹹魚翻身嘅，都鹹魚翻身。軍工就不嬲到呢幾年都係嘅。所以其實我覺得咧，伴隨住今年嘅呢個伊朗嘅戰事同埋美股嘅一個變化咧，其實你如果喺 AI 留一注死守，其餘嘅其實一部分咧，其實你可以褪翻嚟呢啲類型嘅一部分啦，褪翻嚟呢啲類型嘅股票。咁呢啲咧，其實喺一個新嘅時代入邊咧，你又唔好睇佢唔起喎，因為喺成個 AI 嘅新世代入邊咧，我覺得以後咧 To C 嘅生意其實你好難做嘅，因為全世界嘅人口係縮減嘅，人口又老化緊嘅，躺平又躺平嘅。咁以後 AI 如果發展得越嚟越好，其實越嚟越多人會失業嘅。咁我唔係製造焦慮啊，而係你普及性係會成個。如果咧你係賣酸奶俾人啊，賣樓啊，其實你好難，因為人群係縮緊噶嘛。相反，如果你整出嚟呢個 product 係賣俾機器嘅、賣俾公司嘅、賣俾國家嘅、賣俾軍隊嘅咧，你發覺你個 bargaining power 同埋嗰個定價能力咧係好好多嘅。咁呢個係好不幸啦，但係無奈佢世界真係咁樣行緊嘅。同埋成個 AI， 如果佢越成功，代表越嚟越多咧中產或者係即係中間嘅嗰一群人咧，其實會失業嘅。咁你冇辦法，其實你喺美國已經見到。我覺得之前咪有一份 report 係2028年嘅嗰個叫做咩 Global Intelligence Crisis 嘅，即係其實前一排嗰啲 AI 嘅 software 跌，其實最重要就係呢件事，就係因為入邊講得好仔細啊，有幾多人會失業啊，點失業啊。其實呢樣嘢應該都唔係廢噏嚟嘅，應該真係幾有可能嘅。因為你如果大家有朋友喺美國嘅矽谷咧，其實係包括有好多高學歷嘅人咧，其實都失咗業嘅。咁所以而家啲小朋友讀書你都真係唔知講乜，讀咗都唔知最後有冇用，係咪？咁但係就係都冇辦法。咁所以大家就係唯有保住自己手上啲彈藥啲錢，睇下父母會唔會執啲咁啊，遲啲幫拖下啦，係咪？係嘛？咁所以呢啲咧，我覺得隨住呢個潮流或者呢個第四次工業革命，即係 AI 呢個世代咧，一方面你要留守 AI 最強嘅公司，第二部分咧你要慢慢diversify 咧，又翻去咧之前有啲你好睇唔起嘅行業度，反而係嗰啲咩 AI agent 啊、AI software 啊，其實你好惡搞嘅，因為你冇辦法證明啊嘛，你冇辦法證明嘅。咁之前嚟講，佢係一個 AI 嘅報稅嘅公司或者 AI 法律嘅公司，佢收得工啦。喂，大佬 Anthropic 佢整嗰啲嘢出嚟唔使錢啊嘛，大佬，或者接近唔使錢，你點同佢搞啫？係咪？咁其實你包括啲 property agent 啊嗰啲嘢都惡搞嘅，係咪？即係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新嘅世代或者新嘅潮流。咁所以唔係話好無聊，即係話路梯，而係你如果喺一個新嘅一個演變嘅情況下，你除咗 AI 會顛覆成個社會或者改變成個社會嘅生態，另外一方面你就係要重新翻去呢啲硬掘掘嘅好無聊嘅嘢，因為另外一樣嘢就係你而家成個新嘅世界嘅形態，美國又要標自己嘅工業體系，歐洲又話哦唔得，我又要自己工業體系，日本仔又話我要自己工業體系，咁中國繼續
即係輸出咁樣，即係內卷咁樣，即係捲死你㗎，係咪？咁所以你諗下，每個人如果都要標自己嘅工業體系，咁你對於嗰啲工業產品或者對於 commodity 嗰個需求其實會好誇張嘅。所以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大嘅 trend 嘅。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世界唔太平，你可以隨時打仗嘅。咁所以你好容易增加軍費或者係保護自己嘅。你先唔好咁邪惡話佢想侵略你啦，但你最少你要保護你自己啊嘛。咁所以咧呢幾條線落去咧，你就會發覺咧工業嘅重新再工業化，而國家嘅再軍事化，其實呢個係勢在必行嘅。咁所以咧點解我又會講翻除咗 AI 正常嘅嗰啲咩 NVIDIA 啊，或者係台積電啊，或者係 Broadcom 啊，即係呢啲咧，另外一紮呢啲咧，其實你要睇一睇嘅。咁呢個咧其實就唔係話淨係美股唔美股。即係呢啲嘢，其實你淨係講啲 number 咧，其實大家好容易輸錢嘅。咁呢啲其實係有好多細分嘅嘢。其實呢個你真係可以睇一睇嘅，你係可以睇一睇嘅。你包括如果依家 today 你好似軍工咁樣，其實美國嗰邊嘅嗰啲無人機嘅公司，你發覺佢升好多㗎。即係 Ondas 啊嗰啲，其實佢升好多嘅。咁其實你係要以時並進去睇嗰啲唔同行業嘅嘢咯。你睇下，即係如果你而家你仲係攞住嗰啲 Oracle 啊，或者係攞住啲 AI software 其實就算近排彈少少，其實遲啲佢都係會中招嘅。所以其實係一定要好小心，因為佢變化實在太大。咁呢個咧就係我啱啱講嘅一啲嘢啦。咁大家因為雖然係講話美股同埋Hong Kong China咧，我另外一個 point 咧就係建議大家咧，日本你如果有好大嘅倉位，你一定要走一大部分。因為其實今次日本，我覺得佢應該會suffer得比較犀利。反而韓國同台灣會好過日本，因為日本對嗰個能源嘅依賴度咧實在太大，即係對外。而佢原本嗰個通脹已經好高咧，而 yen 又咁弱咧，你輸入性通脹咧，佢嗰個 CPI 好容易夾上去3點幾4%嘅。咁你咁樣嘅情況下咧，其實佢係要加息嘅，佢係要加息嘅。咁加息嘅話，對佢嗰個股票啊，其他影響咧會比較大。所以日本我之前都投唔少嘅，但最近其實我減咗大部分。但係我就反而聚喺韓國啊、台灣啊，即係呢一部分啦。咁呢個其實呢個就係之前講嘅美股點解會比較悲觀嘅一啲原因啦。同埋之前咧 NVIDIA 出咗業績咧，簡直係完美咧。之後嗰2日跌10%，其實我都好有戒心嘅。咁喂，仲有咩嘢可以滿足到你咧？喂，佢嗰個 margin，gross profit margin 77%，你地球上仲有咩生意係可以77%咧？係咪？所有嘅嘢完美喎，之後都跌10粒喎，2日。咁所以你就會發覺人嘅慾望咧，你係冇辦法滿足㗎啦。即係佢，我都唔知佢點樣逼你一條數。咁所以呢個咧，我都係比較小心嘅。同埋最近咧 private credit 咧其實係爆得比較行嘅。咁啊最近開始浮出嚟啦。咁之前有個 bull， 但係而家一經係演變到唔同嘅公司嘅。包括英國有一間做 private credit 嘅叫做 MFS 都執咗笠嘅。咁最近一經蔓延到再勁啲嘅公司，尋日我見到連 JP Morgan 嗰個 private credit 嗰個 book 都撥咗鼻嘅。咁所以呢個咧唔係即係。你長期買美股其實係一個非常明智嘅嘢，但係即係喺呢段時間你要避一避佢咯，或者你要調一調嗰個倉位。咁呢個都唔係即係，因為我自己係基金經理嚟㗎嘛。咁我其實唔會好意識形態同你講話，我唔知邊度 bull market，邊度牛市，邊度熊市，唔知邊度5萬點，邊度得唔得？其實關我鬼事咩？其實我目的就係想賺錢啫，係啊，就係咁簡單。咁所以我唔會同你去講話美股唔知咩一股不鬧，或者係美股爆波，其實佢爆唔爆冇乜所謂係咪？但係我自己其實對美股個長期係比較樂觀嘅，只不過你先避佢呢一段時間，因為佢都扯咗3-4年，咁佢調半年其實都非常合理嘅啫，係咪？咁之後佢如果再升，你咪又再入咯，係咪？所以其實你同股票係冇乜仇恨，亦都冇乜愛情嘅。咁啊，純粹係你係大家想喺上面即係保值或者賺少錢啫。咁呢個咧其實係最近咧最 hot 嘅 trade 就係即係 haro trade，即係
啲重資產同埋低消耗率嘅嗰啲行業。其實我之前講嘅嗰個表其實大致上就係呢啲㗎啦。咁呢啲行業咧最好嘅公司咧，其實大部分都喺韓國啊、台灣啊，係啊，即係呢一紮都係咯，係啊，即係呢一紮其實同之前嗰啲有啲overlap， 但係佢會再齊啲嘅，佢會再齊啲，會再齊啲嘅。所以其實你如果大家真係對啲唔同嘅公司冇咁熟，其實你咪而家好多 ETF 嘅。我啱啱前面嗰個講者，我唔知佢係咪講 ETF， 其實而家市面上有好多 ETF 嘅，你咪見呢啲 ETF 你咪買下咯。咁其實呢個係比較直接嘅方法嘅，咁你唔使花極多心機去同佢唔同嘅行業去同佢嘔心瀝血去跟。咁其實呢個係新世代下你投資股票嘅一個新嘅方法，就係你如果 top down 判斷咗邊啲行業好，咁你咪買啲 ETF 咯。美股有好多 ETF 嘅，香港股好似都開始有啲，但我其實就好似少冇咁熟咯，係嘛？咁韓國啊、日本嗰啲都有唔同嘅 ETF 嘅。咁美國咧其實基本上佢係滯脹咗嘅，滯脹就唔係好恐怖嘅，只不過佢今年咧通脹佢會飆上去，咁就所以其實佢今年點解要調整下咧？其實就係咁樣一個原因啫。咁呢度咧就係我有舉啲例子咧，話點解咩韓國啊、台灣啊 A 股咧，我覺得係幾正嘅一個原因。咁就雖然韓股近排係調整唔少咧，但其實你如果買到韓股咧，其實今年你係應該買，因為其實真係好鬼平。因為我都係一個 cheap 友咧，太貴我真係頂唔順。係啊，咁就佢嗰啲嘢咧都真係有啲護城河咧，同埋科技程度都唔錯，同埋都算平。咁我絕對唔係為咗想推三星或者 Hynix，我如果有咁嘅實力我都想要，係啊。咁所以好明顯唔係，即係純粹係真係佢嗰啲公司，我睇落去覺得 valuation 同埋嗰個前景同埋科技含量真係幾高嘅。台灣都唔少，台灣佬嗰啲公司咧都幾好嘅，台積電啊、聯發科啊，或者係台塑嗰幾隻嘢咧都係非常好。咁啊 A 股其實都唔錯嘅 ，A 股而家明顯比港股好唔少嘅。港股比較惡搞咧，就係好多啲 Internet 嘅公司。咁 Internet 嘅公司咧，其實喺而家成個新嘅世代咧，其實唔當做嘅。咁所以你要小心啲。咁一陣間我會再簡單講少少啦。但 A 股其實係有幾多好嘅公司嘅。咁你買到嘅話，其實係應該參與。咁我知道大家對 A 股通常係比較有戒心。咁呢個睇你自己心情啫。即係其實買股票最重要係你自己覺得舒服啫。係啊。咁你唔舒服咪唔買。係啊，就係咁簡單。咁就幾耐？仲有5分鐘，係啊。咁我盡快噏下幾句講股啦。咁其實大陸嘅經濟咧其實係唔錯嘅。前一兩日宣布咗1、2月嘅數咧，其實出口係強到冇朋友嘅。1、2月嘅出口竟然係增加咗21.8%。咁我自己都估唔到，咁就咁點解咧？其實我都唔知點解。咁就強就知道強，但強到咁，其實我真係唔知點解。咁但係咧，佢有一樣嘢係比較好嘅，就係佢之前咪一直都喺度通縮嘅，但佢1、2月嘅 CPI 同 PPI 個數咧，其實係唔錯嘅。佢 CPI 竟然係有1.4，咁之前一直都係0左右啦。另外 PPI 咧都行出咗過去3年嘅負數嘅區間，變成正數。咁所以呢個咧你要比較重視啲，因為大陸咧一直扯大陸後腿嘅有兩樣嘢，第一就通縮，第二就地產。咁啊通縮而家似乎係有一定嘅跡象，今年係可以行出通縮嘅。咁如果行出通縮咧，通常對於所有嗰個貨幣或者嗰個經濟體嘅資產類別都係一個 super good news 嘅。咁你好似2015年之後咧，日本係行出咗通縮啊嘛！日本大概喺1900幾年尾到2015、16，即係安倍嗰時仲喺度安倍三支箭嗰時咧，就正式行出咧。日股到而家其實升咗幾倍，咁所以其實咧一旦行出通縮咧，對嗰個經濟體係非常重要嘅。咁順不順由嚟啦，只不過佢1、2月報出嚟嘅數咧就有咁嘅跡象，咁就。同埋港股你大部分都係香港都係國內嘅資產，咁所以呢樣嘢無論你中意或者唔中意，你都係要好 seriously 去 pay attention 或者去分析呢樣嘢咯。咁佢出口強咁啊，不嬲大家都知嘅啦。
咁啊，另外一樣嘢咧，就係佢嘅地產都係有即係有見底嘅跡象，但就冇通縮咧，行出通縮呢樣嘢咧。通縮係你一經係見到嗰個人影啊，係啊，即係你一經遠遠地見到個人影。地產咧就係似乎有可能，但係唔敢太肯定，唔敢太肯定。咁所以今年嗰個觀點咧就係 A 股會好過港股嘅，因為 A 股咧以製造業或者高科技為主，港股咧太多啲 Internet 嘅公司㗎啦。咁 year to date 咧，其實恒生科指已經跌咗10%，咁就恒生指數可能跌咗2-3個啦，唔係太多。但係我仍然對恒生科指我都唔係特別樂觀嘅，因為我主要嘅冚嗰幾隻咧都唔係特別有胃口嘅。因為咧，你無論騰訊又好，無論巴巴又好，無論美團又好，或者小米又好咧，小米係另外一種故事啦。即係 Internet 嗰一集，包括攜程咧，佢有一個問題就係佢係做平台嘅，但係你要明白，企喺政府嘅立場咧，其實佢係老笠大家袋入邊嘅錢嘅。咁所以佢企喺國內政府嘅眼中咧，呢類型嘅公司佢唔係特別中意佢嘅。當然佢最唔中意就係啲咩教育啊或者地產啊呢啲嘢啦。咁佢覺得係影響到成個社會嘅穩定其他嘢。但係平台公司都係佢唔中意嘅類型嘅。佢最中意就係科技啦、咩醫藥啦、高端製造啦、芯片啦。咁佢一定唔會搞佢嘅，因為始終佢係有政策市噶嘛。咁佢所以平台公司點解惡搞就係佢喺意識形態入邊，佢其實一定唔係太東做。咁呢個係第一啦。所以你會見到之前攜程俾政府話要調查佢，調查唔係小事，我估最少罰幾廿億嘅，係啊。所以佢嗰啲調查唔係話即係 warning 嘅，佢真係你真係唔該你攞幾廿億出嚟咁樣先收到貨，係啊。咁所以其實係咁樣，所以港股大家今年就要小心啲。恒指就 OK 啲，因為佢入邊有啲比較悶嘅，即係咩香港地產啊、銀行啊或者係呢啲嘢。但係恒生科指咧，大家就今年我覺得冇乜特別搞作咯。咁小米就唔使講，小米今年就一定係瀨嘢㗎啦。咁所以一言蔽之，你睇佢嗰啲餡，你就知道佢好難搞。因為小米我講到一句，點解佢差？因為佢 memory 啊嘛，即係佢啲手機入邊嗰啲芯片全部都係升1-2倍嘅價格，佢嗰啲 margin 得10%，佢一升嘅話，佢賺手機呢度賺200億分鐘變蝕錢㗎喎，係嘛？咁車嗰度又太多事故，所以佢兩邊加埋咧，今年佢冇得搞啦。我覺得佢今年都冇咩搞，咁啊希望佢揼個底，俾遲啲我哋執下啦，咁都冇乜所謂嘅，係咪？咁所以港股咧，今年你就執少少恆指啦。咁有機會就搞下 A 股啦，咁啊韓國、台灣啊值得搞，美股就避開少少。好，大概係咁。好多謝各位。